就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新的开始，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非常重要的、有意义的一个象征的一个事情。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梦想，没有长远未来的这个想法，没有目标，那其实是这个人呢，就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但是有时候，比如说一个人一直走路一整天或者好几个小时的话，难免慢慢感到一些疲倦或者有点累的感觉在。但是在某一个地方，你休息了一下，喝了一点水，吃了一点东西，然后再继续往前走的话呢，有休息到的感觉，好像补充你这个力量的感觉，有充电的效果，所以再重新往前走的话，不会感觉那么累，而且自己觉得离自己的这个目标越来越近，所以就是有很多的热情和这个对自己的未来的期待更有希望了。这是一个比喻，但是我们的信念，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的。虽然呢，这个岁月是一直不断的在更新，可是呢，我们就是365天，12个月过后，又有一个重新另一个新年春节罗萨这样的一个名词和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我们那个是一个新的开始。也许我们透过这个过去这一年的很多的不顺利、不如意、内心的种种的经历，可以做一个切割，然后对新的未来的可以做一个计划，也就是让自己给一个机会。其实有些事情可以从头来，或者有些事情呢，就是更加的可以努力，给自己一个目标，下一个目标，给一个承诺。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新年的一个意义。当然呢，同时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讲的话呢，岁月不断的在流逝，所以过一年，也就是可能是接近死亡时。当然，死亡也我们在学佛的人的眼里，不要视为一个恐怖，因为它是一个过程，另外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可是呢，你还没有历练死亡之前，你现在拥有的这个每一刻每一个刹那的时光，应该要更加珍惜，要看得更加的珍贵。这就是人生难得的这个定义了。虽然是无常事，我们就是无法阻挡的一个事情，但是在这个无常当中，也可以发生很多的奇迹和好的事情。因为所有的障碍，所有的违缘，所有的不如意也是无常的，所以我们可以期待好的无常。能不能拥有好的无常和坏的无常的掌握权呢？其实一定程度上在自己的手里了。所以呢，我觉得呢，学佛的人呢，更加的要告诉自己，我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应该要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了。那当然呢，更有意义的事情呢，有2个层面的有意义的事情，一个是时间法的角度。当然，你人在澳洲，比如说你天天工作，没有去过好玩的地方，没有就是看过一些该去看的很多的东西，然后就没有享受过你本身就很多人非常羡慕，然后自己也拥有的东西当作理所当然的时候，那就不应该的了。所以新一年当中，你可以做一些自己的一些人生享受的这个福报，因为你本身这是一个你自己的现在的一个拥有一个福利了，所以就你好好的应用这个福利，所以就做一些规划。还有呢，比如说你对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父母，都就是要好好的善待和相处的这个时光
这也是一个实践法的角度，可以做很多正面和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可以用这样的角度去想。那初实践的话呢，当然呢，你学习佛法的人来说的话呢，听闻佛法、思维佛法、修行佛法，那就是这个真正的就是能不能这一世能够得到一定的一个修行的这个成果啊，还有至少很具体来说的话，我这个1年当中希望能够完成5加心至少我要完成这个10万遍金刚萨埵，10万遍这个大礼拜，这也是一个新年的一个新的一个目标嘛。其实呢，就是如果你一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到了年底的时候，也许你觉得这1年只是2个项目有点少，可是算起来你3年是完成所有的项目了。你过去信佛到现在，皈依到现在，也许已经10年了，甚至20年了。可能你这样没有具体的一个规划的时候，到了20年也不会，这个5加心不会修你的你也要自己去修5加心。所以呢，这种一些具体的这种一些项目那就是用实际的行动去安排。我觉得这也是新1年当中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了。那当然呢，我们就是学佛的人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呢？这个巴珠仁波切曾经说，噶当派的这些格西们也曾经这样说的：一个比较好的修行人，他可能每天有不同的程度的进步；比较中等的修行人，也可能每个月有不同程度的一些，就像更新就是一种这个进步。这个最差的至少1年，就是过去和这1年和下1年有一个相对的进步，无论是闻思修哪一个方面都要有一定的进步，这个也要视为自己的目标。完全是原地踏步，没有任何进步的时候呢，那就比较难说吧。因为元气是很殊胜的一个力量，所以新1年开始的时候，你有自己的原理，自己的发心，自己的这种计划的话呢，就是比较容易实现。从大乘的角度来讲的话，这叫做圆菩提心。然后呢，按这个计划，然后就是用你实际的行动去做的话，就是行菩提心。所以这2个结合的时候，就是结果自然成。最后呢，我向所有的我们澳大利亚慧伦藏传佛教协会的理事们，还有义工们，还有会员，所有的参与者，再加上其他世界各地的我们慧伦的这些同学，或者参与课程，参与各种的慧伦的这个弘法利生事业的所有的这些居士和法友们，还有特别是我们荣宗佛教频道这1年也完成了非常多的这个有意义的这个事情，主要就是我们跟很多不同的这个高僧大德然后之间的这些非常有意义的这些访谈节目。那这个背后有非常多的来自澳大利亚本地的，还有台湾的、香港的、马来西亚的、新加坡的、印度的，有各个地方的志愿者。那因为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同心协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就是有了今天的成果。其实也得到了各方的认可，我们也不断在努力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就是我也在这里呢，代表所有慧伦和荣宗频道的这些义工和这个支持者们，然后就向所有的这个观众也好，所有朋友，然后就也要发自内心的要送上新年的祝福，扎西德勒，新年快乐，罗萨桑。